鄉親啊，開車進前注意你的檔啊，會當好勢無？苗栗這台載飼料大貨車駛出去巷仔口落架，慘啊，無動，所以呢，解話的時陣無法直接弄去路邊的紅磚牆啊，佮超過到過這個草皮，直接弄入去媽祖廟後面辦公室，附近的民眾話要驚死。大貨車為巷仔口駛出來，車無轉彎，嘛無打檔啊，直直向前開，衝破路邊的紅磚牆。規隻車未輸是路架共款摔落，車失控，衝破圍牆嘛無停落來，繼續向前衝。經過草埔，甲這間媽祖廟後邊的鐵皮弄一個大坑。大貨車的車頭掉佇個鐵皮內底，車頂的駕駛甲乘客趕緊開門走出來，花救人。哇，你莫名其妙，我嘛唔知，我聽砰一下，爾去看到車子就。插在哪裡了？當然是嚇到啊！大貨車弄破紅磚牆，佮衝破鐵皮圍牆的聲音是真大，附近的民眾攏驚一跳。互弄害去的紅磚牆邊啊，寫小甲古厝，啊那互弄破的鐵皮是苗栗縣立頂大幫媽祖廟後邊的辦公室，甲在貨車弄到的當下內底無人。事故造成黃姓男子臉部雙腿挫傷，張姓雙腿挫傷，經查駕駛無飲酒、毒駕情事。警方查出這架大貨車載的是飼料，賽車的是30歲黃姓男駕駛，載30歲張姓女乘客。昨中到11點半，經過路徑的路段，敢若是檔仔故障，才會弄破圍牆，衝入鐵皮厝。男駕駛甲乘客受輕傷。事發了後，男駕駛閣專工轉去媽祖廟念香拜拜，閣甲貨車拖去修理，要查清檔仔故障的原因。